曾任教會行政助理6年，往外宣教14年。3年前呢，就已經返香港退休，喺度適應香港嘅生活同埋退休嘅生活，可以有機會返建道神學院進修，都係神嘅恩典。我係一個會計員，所以當我知道教會需要幹事負責處理呢方面嘅事工呢，我就為咗個參與教會嘅擴堂嘅事工，幫得到就幫啦。當時我都係參加詩班員同埋差關小組嘅成員，都得到身邊組員嘅支持鼓勵啦，就做咗6年教會嘅財務工作。喺呢幾年嘅工作雖然忙碌，但係好有意義，特別係擴堂奉獻嘅收入同埋添置物品嘅數量增加，金錢嘅支出都需要仔細嘅記錄。啱啱學識使用電腦嘅我，將工作視為練習啦，因此又都可以勝任。當我喺課堂學習到召命嘅其中一個意義係神主動呼召人去得益處，令我十分嘅感動同埋認同。離開教會嘅會計工作之後呢，我都有一啲嘅空閒時間進修晚間嘅神學課程，又因為參加差關小組嘅宣教士分享會啦，知道宣教士嘅消息，話中美洲工場嗰個嘅需要。我嘅當時嘅信心就唔夠嘅，但係感謝神，咁就祈禱神啦，希望可以有全面嘅神學裝備，唔單係要去嘅地方好遠。想唔到神竟然俾我可以順利進入神學院，完成咗一個神學士嘅學位，再返教會侍奉咗2年，先至參加差會，打算去中美洲工場侍奉。當我喺暑假都去過中美洲工場探訪嘅，去到嗰個地方都係啲華人教會，但原來佢係一個講西班牙話嘅國家，所以差會話俾我聽要學西班牙話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好困難，唔係咁容易踏上呢條嘅宣教之路。不過呢，差會都建議我考慮另外嘅工場，最後我就決定去咗鄰近嘅地區，可以唔使學話，因此呢就好開心同埋放心咁進入新工場嘅侍奉，直到退休返香港。由於新丁上場，起初喺教會負責行政同埋聯絡嘅工作，對我嚟講呢都算應付得到。慢慢有關嘅同事呢就相繼調職同埋離職啦，咁我因此就成為教會嘅主力同工，除咗行政，也都係參加咗講道同埋帶領團契一啲嘅工作，再加上外展嘅探訪護老院嘅長者工作，好似好多項目，但其實人數都唔算多，亦都能夠應付，亦都維持到幾年。由於教會嘅租約到期，業主呢希望我哋另外揾適合嘅地方搬出，繼續舉辦教會。咁而家亦都係喺同時呢，啱啱有一對嘅夫婦係資深嘅宣教士喺外國回流，都希望嚟呢度侍奉。當時就建議佢哋留低接受呢間教會。其實我當時都認為佢哋好適合呢間嘅教會，而我已經侍奉咗咁多年，都應該退落嚟轉換一下崗位，對教會都係比較即係適宜嘅。而我就成為工場上嘅長者事工嘅專職同工，係憑過去7年嘅工場嘅經驗，探訪長者係教會早期嘅外展工作，而家呢就成為長者事工嘅其中一項，又加上一個長者團契啦，印尼華僑團契啦，成為我主力負責嘅工作。其實係比較輕省嘅，可以繼續喺工場侍奉，
後嚟又有機會去探訪一個印尼團契嘅姊妹嘅仔，佢入住咗一間由佛教舉辦嘅護老院，讓我認識負責人，得到嘅機會可以每月一次去到佛教舉辦嘅護老院負責一個1小時嘅節目，亦都堅持咗3年咁耐，終於可以為7位參加長者舉行洗禮。可惜唔夠半年呢，就因為疫情而護老院又停止我哋嘅活動。最後我哋都係繼續每月一次嘅送禮物俾長者，希望同佢哋保持聯絡，直到我離開工場返香港為止。呼召嘅我見呢，就係我係一步一步嘅，我都係好似係願意踏上咁樣，但係都係神嘅呼喚啦即係俾自己有個負擔先可以開始同埋係繼續嘅。好似最初如果唔係神開路，我自己嘅履歷同埋工作經驗點能夠應付呢個崗位嘅繁重工作呢？又係神所賜嘅益處，對教會認識增加同埋對神嘅認識加深，都希望能夠繼續侍奉神，特別係參加全小組，聽到宣教士嘅分享，又要收嘅莊稼多，作工嘅人少，於是又放低行政工作，進入神學院進修，作最好嘅準備去工人少嘅地方傳福音。而家諗翻起嚟呢，心裏面仍然都好火熱，亦都係呼應神俾工人任務，同時供應工人嘅恩賜。我對喺課堂學嘅路德嘅召命觀都好有認同，佢認為召命同洗禮係有關嘅。人呢，只能夠透過相信主耶穌基督同埋接受洗禮，先能夠經歷赦罪嘅恩典。召命嘅教義同埋律法同福音個教義係對應嘅。召命係一個信與愛嘅呼召，佢呼召人接受呢群從上帝而嚟嘅愛嘅禮物，就係赦罪、拯救同埋從罪中得釋放。透過福音，上帝呼召人進入佢救恩嘅國度。喺呢個呼召裏面，每個人都係相同嘅，喺上帝面前都係罪人，都需要以信去接受上帝嘅赦罪、新生命同埋祝福。呢啲都係上帝賜俾人嘅白白嘅愛嘅禮物，即係聖經國度嘅普遍意義。路德認為我哋全部嘅生活都應該係洗禮，因為我哋已經自由咁擺脫咗其他一切，將自己完全奉獻俾洗禮，即死亡同埋復活。我哋終身只奉命去做一件事，就係洗禮受洗向罪死，向神活，生命俾上帝不斷嘅更新喺外顯嘅行為上，直到末日時徹底成全呢個記號。即因為信基督而死而復活，你就要持續不斷咁接受信心嘅洗禮，不斷嘅死亡，不斷嘅復生，俾上帝不斷嘅更新喺外顯嘅行為上面。路德亦都相信上帝呼召所有領悟以下真理嘅人，就係一個人唔能夠藉自己嘅理智或者力量去相信主耶穌基督同埋親近佢。呢個呼召係嚟自福音，唔係嚟自律法。天職呢個新概念就產生咗啦。喺路德認為天職嘅第一要義係恩賜，第二或第三先至係責任。佢關於天職嘅教訓，首先係福音，第二、第三先至係誡命。喺呢啲教訓嘅裏面，最有威勢係佢為上帝賜給佢同佢嗰一代人嘅無限恩賜而重讚他。呢個恩賜唔係其他，就係赦罪。一段經記載喺天職論裏面，就係話他向扶犁耕作的農夫發出呼聲：你們要喜樂讚美上帝，因為他賜給你赦罪嘅恩賜，連帶地把他自己一切所有的生命活
得救，都送俾你，給你接近他的自由，給你父子間嘅情義。你不需要羅馬或任何聖地去朝聖，也不需要出錢給你居間，因為你現在嘅座位就在你勞作戰役之處。你已經擁有一切，你已經有了上帝自己。當人領受天職嘅意義，當人咁樣工作嘅時候，佢嘅心豈唔係跳躍激動啊？我特別感受呢個嘅經歷啊！至於耶穌會嘅角度認識召命呢，就係依納爵嘅分辨上主嘅過程，好多嘅步驟，其實都係將我哋帶到去神面前，將我哋嘅需要，將我哋嘅決定係交俾上帝，學習接受上帝嗰個嘅俾我哋嘅旨意，尋求上帝俾我哋嘅旨意，拯救自己嘅靈魂嘅方法。所以今次嘅課程呢，就比較全面咁樣了解咗依納爵式嘅靈修導引，加上埋閱讀課本資料好豐富，不過要實際實行出嚟先至係實用。唔單止課堂上面，再加上呢本天父給我的禮物嘅書本，有更大嘅幫助，係更加嘅去深層次咁樣叫我哋認識神對個人嘅愛係幾咁深長，係所有真正認識自己嘅基礎。而反思神點樣認識我哋學習到更多，所以要學習去睇同埋去接受真正存在嘅東西，揭開我哋嘅幻象，俾靈裡面嘅改變再次引導我哋步向現實，視神為神，而唔係我哋心目中構想嘅神。需要我哋如實嘅睇到自己，承認自己係與生俱來係自私同埋自我中心，而唔係愛。承認我哋嘅動機從不是如我哋渴望表現嘅純正同埋高貴。不過我哋唔單純只係罪人，而且係個深深被愛嘅罪人。唔同嘅地方就係起初嘅地位係神所深愛嘅兒女，但後來卻犯罪。起初係按着創造主美善而無罪嘅形象被創造，雖然罪損毀咗原初無比嘅美善，但佢讓我哋發現神按住我哋係罪人呢個本相嚟愛我哋。記得呢個先後次序係好重要啊！唔好混亂第二層嘅事實同埋第一層嘅真理啊！只有在我哋確信我哋係如此我本相地深深被愛，我哋先至能夠真正地認識自己。神愛同埋知道我哋係罪人呢件事實，令我哋可以去知道同埋愛我哋嘅自我係個罪人。一切都係由認識神嘅愛開始。真正嘅自我認識係可以透過真正渴望得到，願意用禱告嘅心嚟反省生活經驗，同埋有勇氣喺寧靜中同自己同埋與神相遇。嘗試喺與主親近嘅時候寫低自己嘅經歷交俾神。自我認識係神所賜嘅禮物，係花時間同神一齊，同埋讓神遇見你，幫你照神對你嘅認識你自己。最後嘅提醒呢，就係在基督裏活出召命。人生嘅每一個階段都有神嘅旨意，神透過我哋嘅遵從賜福俾我哋。願神祝福大家。